娘娘，臣为您把脉。怎么样啊，小宋？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，您说您腰酸背痛是正常的，我去开一副药，您及时服用就好。我这2天头也挺晕的。腰酸是肾虚，头晕是体虚。如果您有腹痛，那就是体寒。有的人经络不畅时，那就会……等等，哎呀！哎呀！哦啊！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那就会腹泻不止。啊！哇！啊！娘娘，你干嘛？出去！太子爷今天晚上要出发去江北大营，关我屁事啊！侧妃们都去送了，你不去送送吗？没看我这奋斗着吗？绿篱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绿篱，绿篱，不错，这才像个人样嘛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扮上男装还挺俊的？谁跟你咱们？嘿嘿。